後來鄉親也講，這個苦茶油的產品嘛爆發到致癌物的風波，業者主動甲衛生局來通報，講因所生產的苦茶油苯偏比超過標準，因佇個兩大通路已經賣出將近1000罐。下游的業者講，出問題產品會當專業退款。花旗野油800款，你愛啥就啥，不過就是無看到聯淨公司的有機苦茶油。原來這一款油的致癌物苯偏比超標，有特別1000多罐，流向國內兩大通路，店面已經攏收起來。我現在目前吃的是沒有上榜，我也很怕說哪一天會。應該不會啊，反正我們也沒有常吃啊。苦茶油我是自己去遊覽的時候在車上，在那個山上買的。通路支持的有機食品棉花田共品牌的苦茶油，佇咧官方網站嘛無咧賣呀。業者趕緊發聲明講，第一時間就無賣。若是有問題的配合產品，不管有拍開也無拍開，攏會當全部退錢。這是進前才有中聯沙拉油共款別致癌物的風波，因感動有關係咧。不一樣。它的原料完全不同，由業者呢自主通報了一批，那麼苦茶油有超標的這個 BAP 超標的這個現象。經過了解，聯淨有機苦茶油原料主要是為國外進口，是藥署初步檢判，甲中聯油脂案無關係。問題可能是出佇咧制定甲溫度。猜測就是原料這個進口黃豆，它的含水率偏高。那在偏高的過程中，它在燃燒時，它可能加熱不均勻，它就是不完全燃燒，或許就有可能生成了。詳細關心還閣等是藥署調查。新北市衛生局佇咧昨已經前到聯淨公司稽查，業者講已經主動通知業者，會把產品全部回收轉來。